6、7、8、9、10，再向下望1、2，每一個動作4、5、6，將舒緩一部分嘅筋9、10，再向上望1，物理治療式嘅運動3、4，每日去做6，肯定可以減少腰酸背痛10，跟住縮膊頭，縮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放鬆，再縮1，肩膀痛可以做4一個動作6、7、8、9、10，轉膊頭，拎起兩手踭向前轉1、2，另外一種舒緩肩膊嘅方式6，可以治療肩膊炎9、10，向後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向前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向後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手扣手向前推出，十字反扣向前推出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手扣手向後伸出，挺起胸1，雙手搖扣3，向後推出6，挺起個胸膛8、9、10，再向前推出1、2，呢個動作可以鬆手指筋6、7、8、9、10，手扣手向後伸出，挺起胸膛，可以防止寒背。小朋友孭書包前多做啲9、10，遞高左手摸背脊，右手拉手踭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遞高右手摸背脊，左手拉手踭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重複一次1，呢個動作可鬆弛手臂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右手再嚟一次1，呢一次鬆弛右手臂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跟住交叉手1，留意右臂係壓緊左手踭嘅6，咁樣就可以舒緩左臂10，右手嚟1，加啲力壓低手踭，效果會好一啲7、8、9、10，左手再嚟一次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右手再嚟一次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跟住腰部運動，伸出左手，右手搭左手，向後轉，乃望左手向後轉，咁樣做就可以
鬆弛腰部嘅筋。9、10，輪到右手向右轉。1、2、3、4、5，長期去做可以避免坐骨神經痛啦。左手再嚟一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右手一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左右拉左手向右彎。1，拉鬆腰部左邊嘅筋。6、7、8、9、10，伸高右手向左彎。輪到舒緩右邊嘅筋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伸高左手向右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伸高右手向左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前後彎腰，向前彎低。雙手貼身，慢慢向下滑。6，雙腿挺直。8、9，踎低起身，向後彎腰。一彎多啲。3、4、5、6、7，效果好一啲。10，再向前彎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踎低起身，向後彎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腳部運動，左腳踏前一步，前弓後箭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換一隻腳。前腿曲起。3、4、5、6，後腿挺直。8、9、10，再次左腳。前腿曲起，強化四頭肌，減少膝痛。8、9、10，右腳再嚟一次。1，後腿挺直，防止抽筋。6、7、8、9、10，跟住左右開弓，左腳踏開一步。1，左腿曲起。3、4、5，右腿挺直。8、9、10，輪到右腳。1，右腿曲起，強化四頭肌。6，左腿挺直。8，舒緩大腿內筋。左腳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右腳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跟住攞腳趾，晾高隻腳，腳尖向個頭，彎腰摸腳趾。呢個動作，腳要放平。5、6，可舒緩大腿後邊嘅筋。10，輪到右腳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
做一次，右手拉左腳，企直，一、二。